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桃园市各选区的立委参选人，讲拢用扛棒咧相对下。像第一选区国民党的吴虎庭，是伫对手郑文平的扛棒的边啊，采同款的扛棒，经替对手江志坚护高端。郑文平是回呛对方，选情虽然危急，但是嘛爱有人品。另外第四选区甲第五选区的参选人，嘛拢用扛棒向对手提出质疑。 抄袭，我们哪里比得上林志坚呢？经体林志坚前后抄国民党立委参选人以选前的看板和对手讲是抄的。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平伫看板写讲，光会去桃园过会着弱势，也毋过对面这个国民党的吴武庭的看板，甲对手设计完全同款。 另外，连布条啊，共款甲对手做厝边，写讲我无光志坚，嘛无护高端，拢充满着口舌意思。郑文平的阵营回应讲，对手无尊重设计，佮调工咧炒新闻，选情着急嘛爱有人品。批评靠军管票当选立委，却是带头阻挡各方预算，看板拢挂伫南营广告的边啊。 针对国民党立委李玉玲而来，当选了以后又在反对国防预算、国防自主的预算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恰当、不适合的立法委员。关系着国防，我们善意的提醒做一个讨论。那今天被人家抹黑。第四选区的拿力对决范光雄，伊这个表情袂输是咧针对万美玲警惕伊的假学令。他看不懂英文，读不懂英文。 他也听不懂英文，他要怎么拿到美国大学的这个学历？恐吓、威胁这些猪看板点的人，跟他们讲说要赶快撤下或怎么样，用这种方法来欺骗善良老百姓。桃园各区立委的选战拢真激烈，各党参选人用广告看板对话对战，唔若要民众看到伊的政见，更加要用文宣攻对手的弱点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